Hello 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抽呢個收神制係啦，咁就係呢隻藍丁介爾啦。咁一登入佢就即刻彈個公告話同你講，依家就有藍丁介爾抽啦。因為我見佢呢個受神都幾長喎，14號去到18號喎，係喎。咁好啦，咁就直接嚟抽啦，係啦。咁目標都係而家你見到畫面呢隻藍丁介爾啦，係啦。咁中到其他限定都唔錯嘅，咁最好就愛麗絲。咁樣就預100抽先嘅我係啦，預100抽，唔中嘅先繼續追加啦。應該唔會咁嘅，係啦。有少少緊張，一隻5星，一隻安倍晴明。喂，冇得10抽中啊，係啊。第20位下，有少叻嘅我發現。繼續抽到最好就2隻啦，係咪先？冇啊，唔好啊，40星係比較少見嘅，其實係超獸同埋收神嘅40星，但唔知我成日中嘅喎。冇確定冇叫。一隻，喂，好服啊！30喎呢下好似係嘛？又係得一隻，呢隻波爾托斯暗槍或者暗筒啦。第40抽，不過有時嘅抽彈真係幾悶嘅，係咯。等佢出嚟，因為一停就好大機會係。如果唔係啲其他垃圾嘢，咁又係你，多隻暗神添喎。頂咁太錯掣，算啦。咁 OK 有2隻，仲未叫啊，未確定未叫啊，同埋冇受神限定喎，暫時。即係火神 X 啊，火神天草，愛麗絲嗰啲都冇。不過通常都係我拍片，通常都唔會抽中好嘢喎。又係40星，唔係嘛？2個40星。呢下第幾多？呢下第60係嘛？好似第60喎，咁快嘅點解？一半咯喎已經。咩又係啊？頂！又整2隻垃圾嚟，克羅洛斯，瘋狂武俠，咁多暗熟嘅嘛，感覺上好似，喂唔係路喎，叫啦 ，yes， 藍丁介爾，出嚟啦，唔係你啊，第一隻嗰隻叫咩啊？女武神啊嘛，阿爾基利，頂又係你，同埋克拉，哎呀，冇啦，最後30下咋，好難中喎，唔係應該好易中嘅咩？我見我啲股大部分都540以內都中到喎，依家。Oh shit！ 唔小心遮咗畫面添個 like。冇料到，最後20下，冇啦，又係喂，愛麗絲呢？其實愛麗絲嚟都好啊，大佬，部機咪壞咗啊？重新撳多次先，拉試一下。頂！木天事件重現，冇啦！我想抽嚟玩嘅其實。打水霸其實唔需要用到呢隻，因為已經有2隻木天草，唔想要天草咯。最後一下嚟隻天草。抽埋去啦，算啦。
一把抽都冇理由抽中噶啦。百二抽啊！屌，頂講我粗口添，一陣間 B 咗佢先。頂兩隻喎，有人一個十抽中，好傷心啊！哇，3隻5星啊，好好啊！喂，唔係㗎嘛，咁樣嘅，跟説好的不一樣喎，跟説好的不一樣喎。你話藍丁格爾咁難中嘅，百二抽一次停都冇喎，做埋啲唔知得，做埋啲古靈精怪嘅。哇！唔係要單抽啊，輪落到單抽埋去啦，127。我睇一睇台版，佢個獸神都仲係會出3星嘅單抽。我見到好似抽親啲都有人中嘅，即係100抽以上嗰啲，得我冇啊，唔係嘛？唔 L 係啊，跟住我自助開圖鑑嘅啫，都唔使咁樣對我。突然間開埋部 iPad 嚟抽先，但係就唔拍片啦，係啦，iPad 就自己抽自己。係咪特登教我啊？佢個官方真係啊，爆粗嘅啫，咁樣會令人一隻天草啫，但係同埋天草我最唔想要嘅獸神限定。即係話火神嗰啲同火神 X 都可以疊下，跟住愛麗絲我本身都70運，即係我唯一最唔想要嘅就係天草。咁光天都好啲，因為光天本身都係一隻，咁你而家出分期獸神化，咁我中埋第2隻都好嘅。咁即係天草係最低嘅優先度啦。果然第一次抽蛋係抽唔中嘅。咁難抽咁樣藍丁格爾，我仲好易抽添，個個都喺度貼啲中到嘅相，喺度打擊我。我要開圖鑑啊！唔使啊！唉，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，我覺得好似上次抽木天都係抽到咁。我好幸福啊！而家咁完啦，好嘛？完啦，我已經唔想再講落去。127抽一隻都冇，唉，想要呢隻藍丁格爾啫，咁樣都唔俾我。進化啦，頭先嗰隻，呢邊就神化，我想要神化多啲，但係就。結果你又見到啦，咁就哈哈哈啦，咁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啦，拜拜。